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威敏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名城一期一座高層 SB 室，一個實面積783尺，3房1套2廁加儲物室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嚟睇睇。名城盡享鐵路站加圍坊商場效應，屬於大圍指標屋苑，單位間隔實用，客飯廳分明。客廳闊度大約3.1米，擺放梳化同埋按摩椅之後，亦都冇壓迫感。客廳有落地玻璃趟門連接出露台，採光度亦都理想。客廳景觀望返翠綠山景。客飯廳全長大約5.3米，擺放4人餐台，兩邊亦都做咗儲物櫃，增加儲物空間。名城部分嘅單位可以望到獅子山，又或者係大圍市景，或者係城門郊野公園景致。而廚房亦擺放到大型雙層雪櫃、洗衣機、適量嘅儲物櫃，方便擺放雜物。廚房旁邊亦設有儲物房，或者係工人姐姐房，可以靈活使用。嚟到走廊嘅位置，左手邊係浴室。地方亦都乾淨企理，旁邊設有工作平台，有需要可以打開工作平台嘅玻璃門，產生對流嘅作用。右手邊有2間大細相約嘅睡房。名城附近嘅雲蝶花園商場、田心村、龍亨村，商鋪林立，有超市、便利店、銀行、各式商鋪，亦提供大量飲食或者係購物嘅選擇。最後係主人套房，大約有8.8平方米。主人房浴室保留原有浴缸，亦都有通風窗。主人房亦都可以擺放到大型嘅衣櫃，儲物空間足夠。屋苑設有泳池、多功能運動場、卡拉 OK 房、桌球室、保齡球場、私家影院等等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